MeToo 运动拖成个月哦，无人逼出宗教界的骗蛇事件。一个大大的毕业生就指控讲，伊互学校社团的牧师骗蛇当半，后来伊提出告诉，这个牧师嘛互判刑。有宗教团体嘛呼吁各界做伙来关心宗教界的问题。台湾MeToo运动滚到5月尾，宗教界有人勇敢发声。有一名大大毕业生伫面册压出，捌互校方团契当中的资深牧师性骚扰年半，家己提过了后，加害者以刑法第228条被定罪。是全台第一个宗教权势性骚扰的司法判决。宗教团体代表站出来，呼吁各界关心宗教系统当中的案例。教会的个案非常特别。整个压抑性是特别的强烈，所以这种以大局为重的帽子啊，影响到他跟家族，甚至他会被逐出教会，甚至要离开这个宗教。牧师点出，宗教团体相对封闭，其中的权力关系也较复杂，佮常常维护团体名誉为理由，无重视或者是消极处理性平事件，互受害者求助无门。在宗教场域内，这些加害人因为自己在自身在教会里面的职务，又或者是地位，而有利用这样子之间的信任关系达到这样子的状况或是目的。这些人可能是他们所尊敬的人，他们所信任的人，他们所认为是一个神圣的这个代表的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让他们造成了许多的混乱，甚至是更多的恐惧。宗教的有关的这些立法当中呢，对于性别平权相关的问题呢，在今后我们也能够加以重视。学者认为，若希望推动宗教基本法，应该由法制面建构宗教内部的承包的防治、求助加调查处理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